大家好，我係 YT 命王子，今日咧又係玩呢個皇室戰爭。哇！琴日咧就升咗打到二階啦，打到200幾倍。咁咧今日又係玩速豬嘅時候，咁咧大家記得 subscribe、share、留言。OK，咁事不宜遲啦，開始。咁我玩速豬都玩咗成4年㗎啦，玩我黃隊都有8年啦都，因為速豬唔係好熟悉，所以都想玩速豬。我見啲人玩速豬咧都幾咩，所以我都想玩速豬。打得唔係幾好添，唉，玩完啦。好，衛隊加兵人都食咗啲傷害啦，唔緊要。再追火球瓜金木都要俾佢打一下。兵人兵精解骷髏兵加龍炮。唉，蝕晒啊，大佬啊！打得唔係幾好添。出隻豬，睇下儲一儲水，儲一儲水睇下點樣。好，出呢個囚牢，咁野豬擺側邊，睇下要咩解。好，火球直接清咗飛行器。拗幾下血，2下、3下，綠木兵精加骷髏兵，個人冇計，一定要出咁多去解。我冇個火球麻煩啲嘅，而家加龍炮個名真係幾好。兵人再拉扯，等2個公主塔打，再出隻豬仔。好，迫擊炮，加龍炮、火槍手、火球，再打，佢有火球唔緊要，再出多隻火槍手，嗰火槍手冇限嘅，佢係咪進化囚牢呢？唔知。兵精再打，加龍炮擋，再滾，兵人打，火槍手開個技能，再滾木，好，再出多隻豬俾壓力佢。佢要一定出衛隊，5出就贏咗啦，搞掂。初頭臨個1分鐘嗰陣時，初唔係覺得幾好，因為速豬就有呢個優勢嘅，識打咧就好勁啊！好，咁今日目標咧就打500杯，好簡單啫，打500杯。好，呢個洗一洗牌先，出隻豬仔。好，對面出咗法師。又係骷髏手啊，唔緊要。2下舒服。兵人拉扯，開個技能，再骷髏兵擋。滾木，滾晒啲骷髏兵。火槍手唔要啦，如果佢唔出嘢，我開個技能直接爆佢。好，加龍炮擋，再骷髏兵精。好，啱啱冇清晒。儲水先。
對面法師黑暗王子、勇者黑王子、野豬騎士、骷髏獸係而家第5隻熔爐。又係冰人黨，技能冇必要開啦。冰人骷髏兵冇啊。好，進化法師唔緊要，防護盾冇咗，再打唔緊要，再嚟多隻火槍手，滾木開傻㗎，開技能。唔緊要，俾壓力佢。冰人右邊野豬騎士，俾壓力佢。再整多隻進化骷髏兵俾佢。2下3下，好啦，進化骷髏兵敗他。哇 ，Larry 啊，呢個覺醒神，哇，正，哇！好啦，覺醒神，哎呀，可惜。俾個阿基利解咗唔緊要，應該頂嗰個皇家野豬啦。跟住我呢個骷髏氣球滾木唔緊要，冰人再拉，冰人再擋，冰晶擋，滾木滾一滾去豬仔先，冇嗰個加農炮，唔緊要，都冇跌咗少少血。火球再打熔爐，阿基麗進化機直接朝頭擋，冰晶凍咗佢先，滾木再滾，再擋冰人，搞掂，順便打埋個法師咯，冇必要嘅，其實純粹玩下。好，輕輕鬆鬆又一場。之前我表哥哇幾勁，因為5星級寶箱幫我整咗個墓園出嚟，墓園啊，哇16級墓園，呢個排咗我個 friend 介紹俾我，因為我而家諗下咩升飛龍寶寶啊呢啲，等下升上去16級，再到陣時再介紹下教下你哋玩墓園，墓園都勁。如果勇者騎士嗰個技能一嘢吸咗落嚟咧，會對面好難解墓園，有啲麻煩嘅其實。火槍手，冰晶解，勇者法師，咁就勇者法師定冰人啦。好，對面哥布林大隊。一個滾木再解，漂亮！玩完，吸晒，玩啦！唉，出得唔係幾好，唔緊要，一個野豬再頂，清唔晒嗰啲嘢，野豬打一下 ，thank you， 佢有範圍傷害打埋添，唔緊要，加龍炮，火球。因為冇滾木，所以有啲麻煩。唔緊要，滾木再打。呢個進化超騎，留意。進化超騎唔緊要嘅。野豬騎士直接嚟。開個技，哎呀，開唔到添，唔緊要。技能開唔到，我蝕咗2費啊，唉。火槍手，骷髏兵順便整個進化。睇下有冇必要開技能咧？睇下有冇。唉，滾木，順便加埋出。野豬引佢個進化超騎出嚟，可唔可以打一下？1下、2下 ，OK， 2下先出到進化超騎唔緊要。
冰晶係浪費咗唔緊要，火槍手再加進化勇者冰人火球。哎呀出錯嘢，玩啦，唉食屎啊玩啦，哇再嚟，哎呀食屎啊玩啦，好冰人開技靚波，但拗翻晒啲血翻嚟唔緊要，出多滾木，唉輸啊今鋪，唉今鋪輸咗。唉，真係可惜。唉，唔緊要，認真。骷髏兵洗牌，對面可能墓園或者火箭豬，或者其他。有時估對面咩隊呢都好重要㗎。熔爐、飛虎、冰人，擋一擋先。滾木搞個烈焰精靈，順便打埋佢。冰晶擋，哎呀擋唔到，唔緊要。野豬騎士再睇下對面有咩牌，皮卡超人，俾佢精靈打一下，唔緊要。冰人擋，唔係滾木。骷髏兵，漂亮，好，睇下佢擋唔擋啦？唔擋直接一個技能，唉，唔緊要。加龍炮，滾木，之前呢就加龍炮呢就打唔到呢個煉熔爐，而家打到，佢個距離縮短咗啊！然之後飛虎屠夫又好似改咗少少啦，就好似冇咗個擊退效果，但我見佢個信息係仲有個擊退效果寫住。好，直接野豬冰人左邊進攻，開埋個技能，預備睇下出唔出皮卡。好，出皮卡，冰人再擋咗，變咗轉移目標，兩下漂亮。火球，唔係滾木，冰晶，冰人打，擋一擋，冇辦法，漂亮。火球，哎呀，爭啲預判到啊！出遲啲就得，出遲啲就可以預判到。冰人廢咗啦，冇辦法。野豬騎士加冰晶，左邊進攻，俾壓力佢。皮卡超人打咗一下，漂亮。火球考慮佢可能會出技能會預判，火球加滾木搞掂。加龍炮冰晶，火球再嚟。完美解，野豬再俾壓力佢，預判佢高雲大隊，漂亮，一下、兩下、三下帶走對方，漂亮啊！呢場守得進攻都唔錯，所以都比較容易贏啦。都比較容易贏嘅，對面都係呢個進化屠夫、進化攻城錘嘅勇者神劍，但係我呢個唔知係咩啊，就係應該係自己改裝嘅。好，抽一抽先，兩個一星哇！呢個手氣，三個一星，
大家，我想抽一星咧真係好難，我已經連開4個一星啦，5個一星，啲咩垃圾手氣咧？6個一星，哇！哦，6個一星，第7個寶箱係3星，第8個寶箱係3星，第9個寶箱3星，哇！真係唔知咩手氣啦呢個，大家真係一定要 subscribe 啊，訂閱頻道。野豬騎士，好2位流。骷髏兵，點解都會俾佢打一下呢？野豬騎士，預判，佢會唔會開技能呢？唔知啊，希望冇開啊 ，OK， 開技能，再嚟，漂亮，然後冰晶擋一擋。火球，野豬騎士，冰人擋一擋先，再出隻滾木，再出豬，凍咗，跳啦，有冇一下？一下都冇，火槍手。咁都有一下嘅咩？哇！真係咁咪呢下要火球，跳啦！收唔收？應該開技能啦，開唔切啦。可唔可以預判佢個墓碑先？骷髏兵，冰晶，火球我冰人加野豬，技能開唔開好呢？開呢，跳啦，打到下3下，哇，10幾廿下都有，火球加6。好麻煩啊！哇，手好多，好痛，右邊，哇，大佬，黐線，哇，好乸痛，哇，奸到對面咁樣嘅，火球，哇，好乸痛，大佬。仲開技能，咁你食屎啦！骷髏兵，一下漂亮，佢唔開技能就冇嘢啊！一個技能6費啊，大佬黐線，都唔知點解可以咁多費啊！佢唔開技能呢，都應該收到，但係開咗技能就冇辦法，收唔到，又係1星，搞唔掂啊！唔知點解可以咁多1星，然後滾木15級等壓戰爭啊！出得唔好添，漂亮！哇，打到下添。你有冇咁賴皮啊？對面咁多啊，好麻煩啊！骷髏兵，好似進化骷髏兵團，唔緊要，咁我哋睇下預判鬧先。
預判骷髏兵團，揸舒服。哇！冷靜！哇！真係黐線對面，唉冇計要俾佢實。唉玩完啦，食屎啦！哇！點解可以咁賴皮對全部骷髏兵？哇！頂你個肺！黐線！唉呀真係對面有問題啊嚇！我屌！仆街！直接兵人！我真係激嬲我啊！開技！跳啦！擋我兵人！跳啦！追拗翻晒啲血！加農炮打呢度！火球擋！技人唔開啦，補俾佢，順佢拗埋。火球兵精，佢個骷髏兵團有。又開又嚟，兵人右邊先，唔得住，應該進化骷髏兵團同埋進化哥倫飛艇，好麻煩。技能開，俾壓力佢，再嚟嗰個兵人，一個又完又一個，再開多個技能，滾木。跳啦！火球，火槍手，個技能，兵人，左邊骷髏兵，再開多個技能，跳啦！凍晒，哎呀！可惜，兵精再擋，加農炮，右邊兵人，開個技，再嚟嗰個加農炮，俾壓力，跳啦！再嚟嗰個技，喂！大鑊！火槍手擋，預判骷髏兵團，跳啦！擋啊！打佢！帶走對方，哇！好有壓力啊！呢場真係完全爭啲輸啊！對面雖然對面15級但係真係都打得幾好，1、2、3、4、5張15級都可以打到我爭啲輸，對面都的確打得幾好啊！苦戰啊啱啱嗰場，好骷髏兵打喺度，哎呀，都俾佢打咗2下。佢應該有神字，佢呢個應該係皮卡超人隊。技能唔開，哇！有火箭啊，咩嚟㗎呢？係咪3槍手呢？兵精睇下有咩牌啊？野豬騎士，唔知乜 Q 嘢隊，火球再擋。我先骷髏兵，睇先，
再嚟多個，勇者法師，勇者法師啊，勇者火槍手，睇下咩牌？冰人，開技，順便動。What is this？ 哇！完美手啊！哇！對面咩？喂！對面咩牌組嚟㗎？咁變態嘅，好痛啊！哇！對面嘔心到咁樣，諗下辦法先。勇者火槍手可以，唔係勇者法師可以打去咩？勇者法師火槍手，火球先罩一波。係喎，火箭啊！冰人打，頂佢個肺！哇！頂！火球再打！哎呀，大佬咩嚟㗎？哇！我完全唔知道呢個咩嚟嘅，黐線！哇！仆街，都唔知咩隊嚟啊！放棄呢場，放棄，黐線，完全唔知咩隊嚟。都唔知有冇咁變態到咁樣嘅呢隊，乜嘢隊嚟㗎？又勇者法師，又閃電法師，又火箭閃電，黐線㗎！不過咧，如果咧去呢隊咧，俾我用我依隊打咧，我一定死硬。或者用依隊，佢都死。依兩隊佢都死。唉，黐線嘅呢隊，啱啱冇隊㗎。好，唔緊要，1334，好快上500。好，冰晶睇下有咩牌。好，冰晶。冰人，再嚟野豬，開個技，啱啱冇碌到嘅超字。加龍炮，等佢激活。shit！ 哦，預判埋，漂亮，都唔係輸好多。哎呀 ，WiFi 頂，好乞人憎啊 WiFi，成日都。好彩對面冇，哎呀對面可能出咗野豬，頂嗰個野咪出咗呢個哥雲飛筒，唔緊要，俾佢拗兩下，喂唔止兩下添，開技，漂亮。哎呀，好激氣！OK， 唔緊要。下兩張就係野豬，火槍手洗。What is this？對面又係唔知乜 Q 嘅一隊啊！哇，大佬啊，玩完啦！再嚟多個
火球直接打，唔緊要。滾木，哎呀，大佬，乜嘢隊嚟㗎？加龍炮打，二庫馬跳啦，一下開技，啊，可惜。火球，頂下個肺，好啦，變態啊 ！Prediction 一下、兩下帶走對方，一個火球帶走，漂亮！火球都唔使出，哇！對面煙花射手。吹箭歌喎，公主完全呢係全部都係需要滾木嘅，連墓碑都要。哇！而家俾系統針對啊，可能我贏得太多呢，你都要針對我。黐線，可能唔知啊，一陣間有啲咩變態牌組，人哋自創。好野豬，睇下對面有咩牌先。順便轉一轉攻，騎士可以打一下、兩下、三跳，冰晶沉底，動一動，骷髏兵再打，火槍手。OK。火球睇下炸唔炸？火球炸！哎呀！加龍跑先，好驚佢出啲咩？防一防手，佢唔開技，開技，漂亮！冰人擋，好隻火槍手，火球，開技能，漂亮，完美手。睇下技能可唔可以啊？佢唔擋，因為我直接開技能，好擋。佢選擇擋，野豬騎士進攻，順便有冇一下？哎呀，爭啲，可以進化火槍手，睇下點先，可唔可以試下擋佢進化火槍手？漂亮！喂，冰人，哎呀，啲鬼氣，火球炸。骷髏兵講，滾木，唔緊要，再出多隻火槍手，我隻火球無許血都無許塔都夠，冰人講，火球炸，開個技能。多次一句做，咁多要俾你打到下，
我真係佩服皇室對陣。冰晶野豬打佢，順便預判佢個骷髏手係預判唔到。火槍手再嚟，冰人擋，開個技能，勇者，唔緊要。滾木，右邊冰人，左邊骷髏兵，火球唔炸佢，而家可以炸。哎呀，爭啲開個地，再整個火球。野豬擋，將而家防守得㗎。加龍炮，火球，再嚟一個。野豬唔緊要。呢個又係自創，黐線，全部都自創隊。哇！對面真係頂唔順啊！我真係頂唔順系統匹配嗰啲對手俾我，全部啲自創隊，勇者法師、進化火槍手、進化超強，又係自創。火槍手未有副武氣球，冰晶擋。火球打個烈焰熔龍，好，豬仔 Tesla 加龍炮，咁我滾咗去公主先，冇法。冰晶和佢右邊個左頭，左邊個左頭冇，左邊個左頭同骷髏之王，左邊火球，冰人擋，快遞。順便碌埋公主，加龍下擋，漂亮。你所有地震係冇呢個必要嘅，豬仔唔出住。我有一個 Tesla， 我已經有個 Tesla 好麻煩。火球炸佢。火槍手阻嚟，滾木唔可以交，冰晶，好啊！而家可以進化公主，漂亮，再嚟嗰個骷髏兵、冰人、野豬騎士。再擋開技加龍炮，而家加龍炮可以打個烈焰熔，我先唔使驚。冰人滾木，開個技。兩下、三下，火球帶走。唔知對面又係咩隊，又係自製隊嚟嘅，黐線，幾場自製。
進化公主進化熔爐全部冇一個進攻牌，好抽一抽寶箱先，兄弟們。好，睇下先，抽一抽下獎先，都唔知咩嚟嘅。兄弟啊，唔好針對我啦！升一個星頂，3粒星寶箱，4粒星，唉，進化公主我有啦，早就。有咩出？哎，滾木已經升咗。哎呀！乜嘢嚟㗎？好嬲啊！而家冇啲勁嘢，我想抽5粒星。唉，好，仲有三四場左右。開技冇計，3、6，如果8滴水，冇加龍炮冇辦法，冇辦法。骷髏兵，公正，洗牌出嚟，洗，加龍炮。火槍手，食屎狗啊！救命啊！點解可以咁變態㗎？哦，我真係頂唔順。野豬唔諗啊！火槍手，守得最好嘅一次，好難變態。火槍手，工人，冇辦法。我真係頂唔順，唔係好識玩，我真係唔係好識玩豬仔。壓力，火球。沉底火槍手，骷髏兵，火球打，
係要輸，冇辦法。咁既然我哋呢個速豬啲人俾個系統克制咧，咁咧就冇辦法，唯有要換隊咧。複製貼上唔到嘅。咁嘅話，我哋玩女王豬啊！我女王豬都 OK 嘅，就睇下先，女王。快遞哦，要貼一貼上先，複製。哇！搞咩啊？唉，算啦。3.0，我睇下我打唔打，可唔可以打到？因為我女王豬同我都係唔係好識打，都冇計啊！我而家俾系統針對，冇辦法唔換隊。黐線狼人真係好勁，狼人佢直接頂上去咧，我冇歌文彈到好麻煩。咁啊，睇下有咩隊啦。唉，算直接皇家豬唔係嘅。快遞拗一下，咩啊？佢唔再嚟皇家豬，俾壓力，漂亮 Tesla。
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唔緊要。佢出浪人我快遞。唔好意思啊，都係有啲感冒，都未好返。浪人咁啊，女王啦。唉，希尼換咗隊係比較好啲啊。地震發射，開技。漂亮，女王，骷髏兵黨 ，Tesla， 喂，開技啦！一切在我掌握之中啊！但我唔知點解啱啱我發出唔到快遞。綠木，地震，漂亮，咬佢 ，yes！ 哎呀呀，睇嚟轉咗個隊係唔同啲嘅。雖然我可能會俾人等壓，但係我覺得都覺得轉咗隊係比較好啲。好，女王，攻戰女王，加入哇！16級嘅毒藥法術啊！呢個打到殘咗。地震，皇家豬，係啊，對面可能係咩？喂！黐線，跌咁多血嘅，開多個毒地，一下天人 Tesla。快遞，冇辦法。哎呀，我頂你個肺，激嬲我！皇家豬地震，唉，俾人克制咁。
追唔追到？再嚟多次。變咗守得幾好，唉，輸咗咁好。有機，係。等下認真，冇計啦。唉，算啦，都係用返豬仔蛋。我唔信。好，豬仔上集完畢，請收睇下集豬仔。